闯荡歌坛20年的翁立友，从歌唱选秀节目出身，但并没有从此一帆风顺，一度为了转战从商，好在有贵人相助，让他又再次获得发片机会，还夺下了金曲台语歌王。搭上台湾8点档热潮，翁立友靠着唱主题曲红到东南亚。翁立友，感恩，用我的歌跟你交换，鼓励的掌声唱起歌来，气势十足，嗓音浑厚也有温度。翁立友踏进歌坛20年，起起伏伏，全靠2个字撑下去。歌手翁立友，我有一首歌叫《坚持》，那成功的道路其实并不拥挤，因为坚持的没几个。翁立友，坚持，坚定的心翻软向前走，请你会记着软的名。歌手翁立友，早期我会喜欢台语歌，然后我还一下子就被台语歌的口气，它的独有的咬字，还有口气，我就哇觉得怎么这么棒，我就迷恋上了。翁立友，飞在风中的小雨，爱情总是甜甜蜜蜜。当年才20岁出头的翁立友，因为爱唱歌也想当歌手，看准了电视台的选秀节目，决定报名挑战。歌手翁立友最直接的一个出名的一个平台，就是参加歌唱比赛。那我刚也提到天时地利人和。尽管上节目有了名气，但只未免10关就失败，歌手梦眼看又要从头开始。此时大批粉丝写信到电视台联署要求保住翁立友，但比赛已经确定不能再续，也因此催生了发片之路。首张个人专辑请到于天夫妇合唱。翁立友 vs 于天，假青春拼输赢，心爱的请等我，等我假青春输赢。歌词激昂，唱出那年20岁出头翁立友的心声。尽管首张专辑没能成名，歌手翁立友这样的一个行业，他的成绩不是一天就可以马上登峰造极。刚入行就踢铁板，翁立友为了转战从商，但想唱歌的心没停过。一个转机，被蔡小虎相中，推荐给豪记唱片，催生了新一代台语歌王。翁立友，因为你的爱，因为你的爱，改变我的恨，改变我的天。翁立友，迷魂香，梦中情一场梦，梦中情一场空。有了唱片公司当靠山，翁立友1年就发2张专辑，如此大的产量，要来跟市场拼输赢。歌手翁立友，我也跟我的唱片公司董事长说，这么进出唱片会不会自己打到自己？他说打铁有的时候要趁热。制作人孔锵，那我说翁立友好了，第一配合度非常高，第二能听得懂制作人在说什么。翁立友，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我问天，肝会动脉创制，歌在爱你，折磨是我假制打铁趁热。短短3年6张专辑，翁立友从坚持到我问天，成功打响知名度。2008年推出的专辑《行棋》，独一无二的翁式唱腔发挥到极致。翁立友，行棋，今生像一盘棋，盘上做你的棋子，还找了多位从未合作过的音乐人加入，让翁立友在唱功上有不少突破，也一举镀金。金曲奖颁奖典礼，翁立友，歌手翁立友，这样一路这样走过来，翁立友天时地利人和，这个缺一不可。歌手翁立友，黄西田大哥叫我的，他说得奖以后要包红包，把这个喜气分享给大家，这样运才会过。制作人孔锵，当然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，我举上1张专辑，那个风花雪月来讲，
他光是那单一首歌，他在录音室里面就已经耗掉我100多个小时，就为了一句一字在吹毛求疵。当然观众可能听不出来，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对歌曲的要求的程度。翁立友，坚持的歌，大声唱出坚持的歌。我问天天贤也之隐歌手翁立友，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，我们台湾的本土剧8点档，那时候收视率高到吓人。翁立友，不能讲的秘密，妹晒讲的秘密，因为爱你越聊越深。翁立友，我做你的靠山，我做你的靠山，多少困难拢不经歌手翁立友。我的歌曲有谈到这个8点档的这个合作，所以爱屋及乌，我就搭上了这个顺风车，搭上8点档顺风车，也让翁立友在台语歌坛占有一席之地，而且不止在台湾，8点档播到哪就红到哪。新加坡节目《声松之夜》要欢迎我们特别嘉宾出场了。是的，他就是台湾连续剧这个主题曲的原唱者。让我们欢迎翁立友，欢迎凭着8点档唱遍东南亚招牌曲《我问天》，还因地制宜改成国语版。翁立友，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我问天，盼一生莫眷恋，一步一脚印坚持20年。翁立友终于攻进台北小巨蛋，请来的嘉宾让粉丝好吃惊。翁立友 vs 911打铁，哦那个辣妹那么辣，啊呀我的妈！跨世代的结合，证明的翁立友的歌迷横跨老中青。翁立友 vs 谢晶晶，假你惜命命，不甘放你离开软心肝，永远要来假你惜命命，还把曾合作过的女歌手全都请上台来唱组曲。而当时一度传得火热，说要请柯文哲当嘉宾，没想到最后还真的来了，只不过艺人郭子乾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市长柯文哲，柯 P 啦歌手翁立友。为了吃饭，为了生存，那我觉得你要勇于去面对人生的一个现实跟挑战。每当听到那个黄以玲的那首人生的歌，我都觉得投入演艺界的这些好朋友的心声，就是我们的舞台，都要用青春来换。翁立友人生的歌，回过头去看，熊熊才知影，咱的舞台，爱用青春来换。从小在彰化长大，翁立友家庭并不富裕，一路苦过来。他说选择了唱歌，他没有担心害怕，也没有回头的权利，只能一直坚持撑下去。如今苦尽甘来，20年的青春岁月，也让翁氏台语歌越唱越有滋味。